动物破饲前，若准无要在这个继续饲的人，即马就爱加注意啊。台北市政府是公告讲，若准你要甲这个动物破送去收容所，就爱甲伊的病历、血液的检验等文件全部拢做伙送过去，而且佫爱交上济8500的服务费。也若新北市动保处也讲，这动物破要送来收容所，就爱交5000至1万块，两项新制拢伫咧今年5月开始实施。 有的主人因为真侪理由无法度去饲，会将猫仔狗仔送到动物收容所，而台北市爱交服务费，去年已经为4800条悬到8500块。最近北市修正公告，将来宠物送过来，佮爱检附动物病历的材料，佮有血液检验证明书。兽医师认同应该互主人负起责任。 不能把一个这个生病的就丢给了政府来处理，那你要减负一下这个2个礼拜之内的狗狗的一些健康证明。一方面呢，可以了解动物的身体状况；二来呢，就是说，领养的人呢是一只健康的一只宠物嘛。新北市动保处无新制度，针对唔是猫仔狗仔无要继续饲送过来，要求主人爱交5000到1万块。由于动物特殊，收容上也增添复杂度，会转请相关社团、代养团体、农场来协助安置。 台北市平均逐年受理主人无要继续饲的宠物有48只，新北市无要继续饲的动物嘛以猫仔狗仔较侪，最近3年有132只，特殊的宠物嘛有30只。对此，动保团队肯定，但嘛会烦恼，这标准提悬会增加弃养。你的绝育率跟你的那个注植晶片比例低的情况之下呢，那么基本上你提高一些不宜蓄养的门槛啊。 就容易造成一些便宜行事的饲主呢，就是弃养的方式，我们是觉得会有一点点担心的地方。两项新制度拢是5月上路，新北市动保处表示，唔是猫仔狗仔安置相对较麻烦，比如讲鸟仔爱特制的笼仔，毛兽医师认同饲宠物就应该要负责后续送互收容所来处理，付钱真合理。记者林俊明、张良上台北报道。